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书籍依然是人们获取知识、开阔视野和丰富内心世界的重要来源。对于许多书迷来说，书籍不仅是娱乐和消遣的工具，更是心灵的滋养与思想的启发。在无数的书籍中，挑选出几本最值得推荐的作品，能够让读者获得深刻的体验和感悟。本文将以第三者的身份分享几本经典和现代书籍，并探讨它们的独特之处和价值。100年孤独，加布里埃尔·加西亚·马尔克斯。加布里埃尔·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。这部作品讲述了布恩迪亚家族7代人的兴衰历程，背景设置在虚构的马孔多镇。小说融合了魔幻与现实，描绘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。读者们被马尔克斯的笔触深深吸引，他能够以生动的描述将那些不可思议的事件和人物呈现得如此真实。在这部作品中，孤独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。每一代布恩迪亚家族成员都在与命运抗争，却又难逃孤独的宿命。马尔克斯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，探讨了时间的非线性和人类情感的复杂性。读者常常表示，这本书不仅是一次奇幻的旅程，更是一场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深刻反思。二追风筝的人，卡勒德·胡塞尼。卡勒德·胡塞尼的《追风筝的人》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小说，讲述了阿富汗男孩阿米尔与他的朋友哈桑之间的友情。故事背景设定在战乱频繁的阿富汗，展现了友谊、背叛和赎罪的深刻主题。阿米尔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挣扎与痛苦，让读者对于爱与恨、正义与罪恶有了更深的思考。书中细腻的情感描写和生动的场景让许多读者感同身受。阿米尔的内心挣扎和最终的赎罪，让读者不禁思考：我们在生命中是否也有未能挽回的错误？这部作品以其真挚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，提醒人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情感与人际关系。三人类简史由瓦尔·赫拉利。由瓦尔·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，回顾了人类从石器时代到现代社会的演变过程。赫拉利将历史、科学和哲学融为一体，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得丰富的知识。他深入探讨了人类的思维方式、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，并提出了许多挑战传统观念的观点。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能够让人重新思考自己的存在与未来。赫拉利以清晰的逻辑和引人深思的问题，启发读者思考人类的未来发展和可能面临的挑战。读者们表示，这本书不仅提供了知识，更引发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入思考，是当代重要的思考参考。4活著余华。余华的《活著》是一部以平凡人的视角讲述中国社会变迁的小说。故事中的主人公福贵经历了家庭的破碎、社会的动荡，面对生活的重重困难，却始终保持住对生命的热爱和坚持。余华用朴实的语言，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的坚韧和善良。许多读者在阅读这部作品时，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。福贵的故事让人明白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活着本身就是一种胜利。这本书以其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人文关怀，触动了许多人的心灵，让人们在故事中找到共鸣与慰藉。五小王子安东尼德·圣埃克苏佩里。小王子是安东尼德·圣埃克苏佩里的经典作品，虽然看似是为孩子创作的故事，但其深邃的哲理却深深触动了各个年龄层的读者。故事中的小王子来自一个小行星，他在地球上的冒险让人重新思考友情、爱与失去的意义。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其简单却深刻的寓言风格。圣埃克苏佩里用简单的故事告诉人们，在成人的世界里，常常忽略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。
读者们被小王子纯真的心灵和对爱的追求所感动，这本书成为许多人心灵的慰藉和启发。1984乔治·奥威尔。乔治·奥威尔的1984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，深刻揭示了极权主义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压制。故事背景设置在一个被全面监控的社会中，主人公温斯读·史密斯试图反抗制度，但却面临无情的打压和控制。这本书让读者警醒，提醒人们珍惜自由和民主。在现今的社会背景下，许多读者发现这本书的预言性依然强烈。奥威尔用生动的故事和尖锐的批判，揭示了权力的腐败和真相的扭曲。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，更是一部对现实的深刻反思，让人们认识到警惕权力的必要性。7解忧杂货店东野圭吾。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通过一间神秘的杂货店，展现了人们在困惑中寻求解答的故事。这本书以其温暖的情感和引人入胜的情节，让读者感受到人性中的善良与希望。每一个求助者的故事都能引起读者的共鸣，让人重新思考生活中的困惑和解答。这部作品的魅力在于它不仅是一个解谜故事，更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作品。读者们在书中找到了生活的勇气和希望，这本书成为许多人心灵的慰藉。8月亮和6便是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。月亮和6便是灵感来源于画家高更的生平，讲述了一位平凡男人追寻艺术与自由的故事。毛姆深入探讨了生活的意义、艺术的价值，以及追寻自我时所需的勇气。主角的坚持和牺牲让读者感受到，追寻理想的路上必然会面对许多挑战与抉择。这本书让许多读者思考人生的方向与选择，提醒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不要忘记追求真正想要的事物。毛姆的文字充满哲理，让人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结语：以上8本书籍各具特色，涵盖了不同的主题和风格，无论是情感深邃的小说，还是启发思考的非小说类作品，都能为读者带来不同的感悟与启迪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阅读不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，更是灵魂的滋养和心灵的陪伴。希望这些书籍推荐能够激发更多人探索阅读的乐趣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伴侣。透过字里行间，读者们或许都能找到共鸣，并从中获得力量与智慧，让阅读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